阿 K 今日嚟到咗位於港島南區深水灣嘅超級豪宅項目，佢個名字叫做深水灣景8號。呢一度咧區內大部分都係一個低密度嘅發展啦，主要咧就係呢一個獨立嘅洋房。同一時間呢一度有俾270度嘅翠綠群山所環繞，但又係挨近住呢個壽臣山啦，同埋我哋香港著名嘅呢個海灣淺水灣湖，同埋附近亦都有多個嘅高級私人會所啦，包括呢個高爾夫球會同埋深灣遊艇會，所以呢一度一直都係深受頂級富豪嘅喜愛，因為可以提供到一個非常之寧靜優美嘅生活環境啦，係有一種咧隱世嘅感覺。難怪連我哋香港嘅首富李嘉誠先生咧都係選擇喺呢度置業嘅喎。佢個發展商咧就係南豐集團，而我哋亞洲鼎鼎大名嘅樓王 Mount Nicholson 咧亦都係屬於南豐集團嘅出品嚟嘅喎。Endless space, you are my moonlit silhouette。深水灣呢個傳統豪宅地段，除咗深受我哋香港頂級富豪嘅追捧咧，亦都獲得好多內地買家嘅關注。上個月底啦，同區就有2棟洋房咧係售出咗嘅，房均嘅成交額係高達22億啦，而個尺價都係破咗14萬。由此可見呢一個地段嘅物業係幾咁矜貴。項目咧其實有唔少單位係已經出租咗嘅，而家可以揀個戶型係3768尺嘅呢個4房4套啦。另外仲有隔籬嘅呢一個4200尺嘅一個樓王，同樣都係4房4套嘅一個間隔設計。另外仲有少量同區供應極度震撼嘅呢一個花園複式戶啦，同埋天台嘅複式戶。講緊花園同埋天台最大嘅面積都有過3000尺噶，相信就係滿足到比較中意戶外生活空間嘅嗰類買家戶。如果你想獲取深水灣景呢個詳細嘅樓盤材料啦，或者過嚟參觀呢度嘅現樓嘅話咧，咁可以加翻我一個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好友啊。咁喺新嘅一年咧，阿 K 會繼續為大家介紹更加多嘅靚屋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阿 K 嘅頻道，密切關注我嚟緊嘅分享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